调你引出听好，真是令人可怜又可敬啊！安东初出白龙160，上后一位小将啊，180。这位小将，我高公主手里白文180。为何请上我留意我家公主死掉命不如，那是东辽宰相之主，要上家户口拢给出队，听到小姐的祈求，问清原因，